早晨太太，早晨先生，你哋好嘛？我叫 Nani Sutriase，我今年35歲，我有3個仔女。我以前就喺香港3年，喺澳門亦都係3年。第一次喺香港就係第一步嗰度，喺度有種菜、煮餸、買餸同埋照顧婆婆。第二次我就喺澳門嗰度照顧婆婆同埋照顧 BB、清潔同埋買餸。第三次都係澳門，但係 pet shop 嗰度做嘢，喺 pet shop 都有清潔、俾貓貓同埋狗狗沖涼、剪毛、剪指甲。第三次、第四次我喺香港做嘢，都係照顧小姐，佢56歲，佢要輪椅，佢有病，都係有清潔、有煮餸同埋少少買餸。唔該晒太太，唔該晒先生，拜拜。